想揾香港男仔結婚嘅原因究竟係咩呢？30歲以上嘅單身人士喺相睇市場上，其實咧係有唔少獨特嘅優勢㗎。首先啦，家庭背景啦同高學歷無疑就係一個加分項啦。特別係對於嗰啲注重穩定性同埋未來發展潛力嘅相睇對象嚟講。其次咧，如果顏值可以達到8分，咁就更加係錦上添花啦。畢竟第一印象係非常之緊要㗎嘛。咁最近咧，我哋有一位深圳嘅女仔啦，私信我話想揾一個香港嘅優質單身男仔。我問佢咧咩樣嘅男仔先至算係高質素啊？咁咧佢就列咗幾個條件。嗱，要有房有車，要高學歷，要提供到情緒價值，要在線，身高咧最好喺1.78米以上。咁佢仲強調話自己絕對嘅係忠誠啦，擅長做家務，仲會煮飯，而且唔會亂使錢添。咁呢啲條件聽落去咧，係咪非常之具體啊？咁其實咧呢啲點咧確實可以算作係優勢，就好似話有房有車同高學歷，代表經濟實力同埋穩定性啊嘛。咁你可以提供到情緒價值，就意味住佢識得關心同埋體貼。咁顏值同埋身高就更加係外在吸引力嘅表現啦。而女仔提到嘅忠誠啊、家務能力同埋理財觀念咧，都係好多人喺擇偶嘅時候非常之睇重嘅品質嚟㗎。咁不過咧，相睇市場始終都係雙向嘅選擇。咁除咗呢啲硬性條件之外，性格啊、三觀啊同埋生活習慣嘅契合度都好重要嘅喎。你哋又點樣覺得咧？呢啲點算唔算係優勢啊？歡迎嚟評論區同我講下你嘅諗法。私信 CC 早日脫單。